香港關愛會喺2012年成立，係香港政府認可嘅註冊慈善機構。我哋致力於扶貧、護老、關懷病人以及殘疾人士，推廣健康家庭關係等多元嘅範疇。喺咁多年嚟，我哋已經幫助咗無數嘅弱勢社群渡過困境，重拾生活嘅希望。喺呢啲長者裏面，有好多都係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夠申請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佢哋只依靠每個月嘅生果金嚟負擔租金啦、水電費同埋日常嘅開支，對佢哋嚟講真係一種無形嘅生活壓力。最令人心痛嘅係，好多長者喺醫療方面係面臨住巨大嘅困境嘅，佢哋成日都要睇醫生啦，甚至要睇牙醫啦。如果要整假牙，睇一次就可能會用晒成年嘅醫療券。佢哋最渴望嘅唔單止係普通門診嘅醫療服務，有時緊急嘅痛症啊、排期復診都有排等啊。莫講話針灸啊、中醫、鐵打、物理治療或者各式各樣嘅療法，對佢哋嚟講簡直係奢侈嘅夢想。人就越嚟越老，病痛都越嚟越多，唔通呢啲長者只能夠默默忍受，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？正因為咁樣，我哋香港關愛會持續努力，為呢班長者提供支援。我哋一直招募願意投身於關愛工作嘅志願者，大家只需要喺半年裏面，每人每月捐出200蚊，就可以為長者提供生活上嘅支持啦。好多人都聽到做義工仲要俾錢供養長者，覺得好唔理解嘅，當中有非常深刻嘅道理。其實呢200蚊除咗能夠幫助長者日常生活之外，亦同時能夠幫助自己累積福報。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啊嘛，千祈唔好睇小你每月供養嘅200蚊啊，因為行善係累積福報最快嘅方法。我哋做善事係直接同天地之間嘅正能量對接，因為當你實際用金錢嚟幫助呢啲可憐貧窮嘅長者嘅時候，天地都會被你嘅善意而感動，佢會用某一種嘅方式回饋俾你，而且上天俾你嘅回饋係指數級咁放大嘅。例如你經常見到有啲人生活一切都好順利啦，財運亨通啦，甚至逢凶化吉，就係因為佢哋日常持續不斷累積善行。你會發現佢哋散發出嘅和善氣場，會吸引到好多貴人同埋善緣幫助佢哋。而家社會嘅環境對好多人嚟講真係唔容易噶，盡早行善積德，累積自己嘅福報，對每個人嚟講都係勢在必行嘅事情。當大家一齊生起呢種善意嘅時候，社會嘅集體氣場呢就會得到改善噶啦。一切都會變得和諧，而每個人都能夠活出美好嘅人生。我哋誠意邀請你加入我哋嘅行列，成為香港關愛會嘅一份子，讓我哋一齊伸出雙手，為嗰啲喺生活中掙扎嘅長者帶嚟一絲嘅光明同埋希望。